雷登先生你好，我要自我介绍，我的名字叫 Windy Sriwijayanti，你可以叫我 Windy。我今年37岁，我读到高中毕业。我从印尼来的，我的信仰回教，我的身高158公分，我的体重85公斤。我离婚了，我有一个男孩17岁，2个女孩10岁跟9岁。我以前在印尼工作3年，照顾阿妈65岁，洗衣服、等衣服、煮菜、煮饭跟做家事。我会照顾老人、病人、小孩，帮洗澡、洗头发、按摩。我会打扫房子、扫地、拖地、洗衣服、等衣服。我会煮台湾菜、煮饭、煮稀饭。简单、简易、煮汤。我要去台湾好好工作赚钱，帮助家庭跟我回来。自我介绍好了，谢谢。